全对的话，哪有老师提前到的？学生等老师，天经地义。差不多了吧？你要是敢迟到，我就让你罚抄。8点了，你是到点在这抱起了佛脚。考前最后冲刺没见过吧？曹老师，请坐。处理医疗事故的法律法规有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、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。侵权责任法于什么时候2010年7月1号实施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，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，但该规定与我国民法通则中侵权责任原则相悖。民法通则中规定，公民、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、集体、他人财产，应承担民事责任。这道题还有可能联系到下一道题。在司法实践中，判断一方是否对并发症的发生承担责任时，还应看其是否对并发症的发生起到注意的意义。在你资料的第36页倒数第2条。你是吃了多雷梦的记忆面包？医学生无所畏惧。曹老师，如果我全对的话，是不是应该给点什么奖励？奖励？你是想要小红花还是小勋章啊？我想要。给你1天时间考虑，想好了再告诉我。我完了。